我真欢喜人招我讲，来去上主的殿，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来庆祝。这是咱来唱圣诗第41首，请来，请来，以马内利。咱唱头一节到第4节。请大家起立。咱游玩徛咧，即时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列岛人来受苦，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下边，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倒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时，咱要来启用，伫圣诗的后壁面启用文第44篇，
也是伫以赛亚书第40篇。恁的上帝讲，要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罪已经行清楚。有啥话讲，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逐个山谷拢要吞服甜，弯弯的要解互得。上主的阳光一定显现。上主安尼亲嘴宣布，有啥讲你着宣布。着讲人拢亲像草。草会焦，花会谢，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焦，花会谢。报好消息互失安的人啊，着就关山。着大声喊，毋免惊。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权能来临。看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要带遐个牛仔，水牛母，阮来行。是咱来祈祷。至圣的爸，阮伫你的面前承认阮有罪，搁常常得罪你，袂记你的疼，离开你的道路，浪费你的恩赐。主啊，求主你赦免阮，教示阮，互阮知影阮的歹。洗清阮一切的罪过，至圣搁疼痛的爸，求你，互你的恩惠入伫阮的心，互阮知影要安怎伫你的光来行正路。嘛求主你感谢照顾，互东门教会成做一间祝福人的教会，互东门教会成做一个伫即个社区，也是伫即个城市，会当传扬福音，搁甲真正好的消息。带互别人的一间教会，嘛求主你保守阮伫即个疫情的时间，虽然大家受到真侪影响，看起来伫国外无真严重，伫台湾无啥物问题，但是求主你犹原赏赐阮教养智慧，伫即个状况，阮知影要安怎来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伫主你的照顾下面，阮会当行正确的路，嘛伫内面。得到主你的欢喜，嘛感谢主你，互阮今仔日自集来到遮，嘛求主你帮赞讲道的，甲咱听讲道的人，拢因为今仔日主你的话语，互逐个人拢受到造就有利益。阮来感谢奉主所圣名求。赞美圣歌队今仔所要吟的诗，起来发光，上帝应允打领导。
这时，咱要来读上帝话语，记载伫圣经，今仔记载伫圣经两位，头一位伫西番雅书第3章14节到20节。西番雅书第3章14节到20节。錫安的百姓应该着唱歌，以色列啊，着用欢喜来叫；耶路撒冷的百姓着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案，赶出你的对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伫恁中间，恁免阁惊灾祸。当迄日要甲耶路撒冷讲，无得惊，錫安啊，你的手毋通垂落去。你的上帝耶和华伫你的中间，就是全能的、拯救的，伊要为着欢喜你来快乐。伊要因为疼你来静静，佮为着欢喜你来唱歌，因为心无节期来忧闷的。我要自责因，因是属你的，因担当忍辱亲像担重担。看当迄时，我要办遐个苦楚你的，要拯救歹骹的，要自责上寡着的。遐个伫全地受凌辱的，我要互因得到俄乐名声。迄时我要互恁来，迄时我要自责恁，因为我互恁受掠的人，恁的目前倒来的时，就要互恁伫地上万百姓的中间得到名声。俄乐，这是耶和华讲的。过来第二位，记载伫圣经腓立比人书第4章第4节到第7节。腓立比书4章第4节到第7节。着常常踮伫主来欢喜。我要搁甲因讲，着欢喜。恁的顺良对着正然显明至今啊！一切无得看汝，独万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就上帝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咱今仔讲到所敬听的老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我心快乐，我灵静英。请咱同齐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的听，因带阮，互阮搁一摆三自集踮伫你的圣殿，关当敬拜的时，愿主将你的话进入阮逐人的心，也互阮踮伫每一日，阮领受你的恩典，每一日阮知，因为主你甲阮同行，阮会当继续勇敢向前。愿主因带阮，愿主带领，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啊，这来平安。咱定定吟一首诗歌，讲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子，所以咱伫这中间爱欢喜，爱唱歌。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子，咱爱有喜乐。伫台讲节第3主日，咱的主题是喜乐。咱踮伫教会中间，咱也定定甲边仔的人讲，你爱有喜乐的心。你爱喜乐，总是咱也是真正踮伫街仔路行一年，你感觉敢有喜乐？毋知你踮伫倒位看见喜乐无？伫街仔路顶面踅一年，通常若是早起看到的是，逐个人拢赶要上班，逐个人拢赶要上班，所以看起来也无啥清醒，就一直撞。嘛毋知到底咧做啥物，有当时也会拄着，咱踮伫人生中间，咱会拄着困难，去到伫病院，毋知影踮伫病院有喜乐无？足侪破病的人踮伫遐出日，侪人看起来嘛无喜乐。做生意的人有喜乐无？嘛毋知影做生意的人到底有喜乐无？有讲一碗卖涨到200块对无？涨价到200块，到底有喜乐无？我嘛毋知到底伊有喜乐无？
做生意的人无一定有喜乐，人客可能嘛无一定有喜乐。踮伫即个时代，咱会发现，虽然咱定定讲爱喜乐，但是真正踮伫街仔路顶面踅踅，咱就会发现，人要喜乐是足困难的事。尤其踮伫即个看起来疫情到伫现在，看起来是敢若解决，但是境外入来的人一直增加，咱敢真正有喜乐吗？踮伫圣诞节要到的时，咱必须爱问这个问题：今年的圣诞节，毋知咱敢有喜乐？每一个时代，咱拢咧看上帝，你到底要怎样带阮向前行？怎样带咱？上帝到底要怎样带咱向前，互咱踮伫一个特别失去喜乐的时代，看见喜乐？先知书定定。咱若是有咧读先知书，咱就会发现，要踮伫先知书内底找喜乐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顶礼拜咱看的是马拉基，今仔日咱阁继续看另外一位是西番雅。这两位踮伫旧约有当时足歹显的，即摆用手机可能比较好画吧。若是真正要显圣经，有当时足歹显的，因为伊真短。但是嘛，是因为伊真短，所以我会鼓励咱大家，若是咱转去这几章甲伊看了，咱来看到底伫先知书内底，伊到底要讲啥物？先知西番雅伊的时代踮伫一个王约西亚王要做犹大王的时，圣经内底记载足侪王，你对王的印象是啥物？圣经内底有记载足侪王。遮个王，你想看觅是好的较济，还是歹的较济？歹的较济对无？约西亚王是少数有记录的好王。约西亚王是少数伊记录的好王，主要的原因是踮伫伊的时代，伊进行一个真大的信仰的改革，重新整理犹太的道德甲人性。毋过踮伫咧读先知西番雅的信息内底，伊并无提到即个部分。无提到讲伊改革，这个意思是咧讲啥物？这个意思是可能伊宣讲上帝的规矩，煞接约西亚王开始进行一个真大信仰的改革，也代表这个信息正做整个所在改革的动力，是上帝的话带领因，互因会当行出改革的脚步。踮伫西番雅书内面，伊一直讲到上帝的日子，上帝的日子要来啊！但是上帝的日子来的时阵，到底是啥物款的日子？是光明的日子，也是黑暗的日子呢？踮伫西番雅内底讲，迄日大生气，是大生气的日，是患难困苦的日，是败坏凄清的日，是黑黑暗暗的日，是灭昏大暗的日。听起来毋是介好，听起来上帝的日要来的时阵，是一个充满审判、充满黑暗、充满困难的时。但是也踮伫遮，先知咧提醒每一个人，上帝的日来有审判无毋对，但是嘛，搁一摆要清起咱，搁一摆要提醒每一个人讲。若是咱抓准上帝是对咱家己来讲无啥物特别意义的时阵，上帝的话是一个真大的提醒。先知讲遮的话，咱会当想，伊会受欢迎无？先知要讲遮的话，绝对袂受到欢迎。踮伫伊的每一个时代，先知讲话通常是带来审判的信息，通常是要救正人。所以因未受到欢迎，但是先知甲咱今仔日咱若是定定讲，咱足够批评，上大的差别是啥物？先知咧讲问题的时阵，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则是：虽然伊讲爱纠正的言语，爱点出逐个人的问题，但是伊也参与踮伫正人的受苦中间，这项事是重要的。有当时咱足够看问题，咱足够讲别人有问题，
咱足够讲啊，教会有问题，团契有问题，但是咱讲问题了后是安怎？都是他的错，都是类的错，拢是因的唔对。咱定定讲问题的时阵是拢是别人的唔对，唔是我的唔对。啊，但是咱个上大的问题是，咱一直讲迄是别人的问唔对，个真自高讲啊，你看，所以我做了啥物，我做了啥物，咱拢讲迄是别人的唔对。先知甲咱上大的差别是，伊确实点出正人的问题，伊点出整个时代的问题，但是伊也参与点伫这中间，伊也参与点伫所有人的受苦中间，点伫遮，伊要中心讲出上帝的话。这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提醒。咱今仔日看到问题的时阵，咱敢有想到是我会当做啥物？咱足够看问题。但是看问题了后，咱敢有想，我会当付出啥物？我会当怎样参与点伫整个时代的困难中间？若毋是安尼，我必须讲，可能咱就是犯罪，而且是真大的罪。因为咱敢若认为是别人的问题，毋是我的问题。实在来讲，可能上大的问题是咱本身，敢毋是？所以，先知点伫每一个时代勇敢讲话，伊无受到欢迎，无受到欢迎，但是伊犹原继续参与伫整个世代的困难的时，读西番雅到伫上尾啊，第3章上尾啊，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的时阵，伊却开始讲欢喜的歌，伊开始唱欢喜的歌。当我家己咧读的时阵，我嘛感觉足奇怪。明明头前全部拢咧讲审判，头前一直咧讲足侪黑暗的事，但是到伫上尾啊，忽然间走一首欢喜的歌走出来。虽然所有的人拢踮伫这个困难中间，所有的人拢踮伫这个真黑暗的时代，但是先知到伫上尾啊，伊唤起大家唱这首歌。以色列啊，爱欢喜唱歌；耶路撒冷啊，爱满心快乐，因为上帝已经解除对你的刑罚，伊已经消灭你所有的对敌。上帝以色列王要甲你同在，你毋免阁惊吓。伊唱出这条欢喜的歌，对侪侪人讲：虽然踮伫一个失去盼望的时代，上帝的日会来到。上帝的日虽然带来审判，但是这个掌权是伊要赶除一切黑暗的势力，一切黑暗的事袂阁影响咱。西番雅宣讲，莫将焦点放伫罪恶，是爱看伫未来咱所要领受的期待是啥物？上帝要来，上帝要来到，上帝要互咱每一个人阁一摆兴旺起来。咱因为困难，因为济苦难，抵到着咱的心灵已经困去的人，西番雅咧讲，着爱醒过来，着爱重新阁徛起来，着爱重新阁唱欢喜的歌。伫这个看起来充满黑暗的时代，咱继续唱出懊恼的歌。这是伊所带予咱的信息。咱踮伫台湾，确实活伫一个真舒适的环境中间。济人想要住台湾，为什么想要住台湾？因为安全，因为方便，因为自由。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报道，感觉真趣味。伊讲有一个研究针对世界17个真发达的国家咧调查，讲人怎样敲找家己性命的契机。伊咧调查这个问题，伊讲互大多数的国家，咱又看觅怎样敲找性命的契机。上大的原因是啥物？拢是家庭，拢是工作。所以人会对家庭、会对工作中间敲找着性命的契机。但是台湾甲人无共款。我咧看这个资料时，我嘛一直咧想，这到底是安怎走出来？伊讲台湾人对性命的契机上大的原因是对社会。
对整个社会消除性命的意义。伊继续安尼讲，因为咱有真利便的生活，咱有健全的医疗体系，咱看病因为有健保，所以足方便的。咱嘛对咱家己自由民主的制度感觉真满意，所以台湾人对安尼找到性命的意义。我一直咧读的时候，我感觉这个调查真趣味。但是咱踮伫台湾是啥物状况？咱对社会得到性命的意义，咱对咱生活的便利感觉真有意义，咱对医疗制度感觉真满意嘛，对自由民主的制度超找到咱人生的意义。但是，逐工拍开电视，咱看的是啥物？咱逐工拍开电视所看的是一直讲啊，遮有问题，遮有问题，遮无做好，啊，迄只鸟鼠有问题。咱一直咧讲的是，看起来问题足侪。明明咱对这个社会超找到咱生命的意义，但是咱竟然拍开电视，逐工所看到的是，咱一直咧批评讲啊，政府倒位无好，啊，咱的医疗怎样无好，咱的倒位无好。咱发现咱到上尾啊所看到的是人的无好，这个社会的无好，毋是看到底我的生命甲这个社会有啥物款特别的意义。这也造成台湾人有一个真大对自我的欠缺。我感觉这是咱失去对自我的肯定。这几摆慈济来到伫咱中间，我愿意介绍巴克利牧师的故事，介绍马雅各医师的故事，介绍伊丽莎白牧师娘的故事的时阵，我哪咧甲因分享，我哪有一个真深的体会。咱定定讲宣教师来台湾叫做牺牲奉献，放弃因踮伫英国的生活，马该放弃因踮伫加拿大的生活，愿意来到伫台湾牺牲因家己。其实我哪讲的时阵，我哪感觉毋对咧。我哪讲这个故事的时阵，我发现咱有一个上大的问题是，为什么因来台湾是牺牲？咱敢有想过这项事？为什么因宣教师来对英国、对加拿大来到伫台湾，这叫做牺牲咧？咱敢无想过，因来到伫台湾，愿意奉献一世人，是因为因亲信台湾比因遐较好。咱从来毋捌认真去想这个问题，因愿意将因的性命。一世人待伫即块土地顶面，敢毋是因认为踮伫台湾即块土地比因遐搁较好，所以迄无叫做牺牲，迄是踮伫上帝的呼召中间，带因进入一个生命中间上好的所在。对因来讲，迄个所在叫做台湾。咱真少安尼肯定咱家己。因为咱拢认为台湾就是一个足侪问题的所在，咱拢讲咱家己的所在就是一个看倒位无做好，遐也无做好。咱到上尾也是，咱从来毋捌肯定过咱家己，咱也从来认为讲我是徛伫边仔咧看即块土地发生啥物代志，我无真正愿意进入踮伫即块土地。无愿意进入一个团体，进入一间教会，去看讲，这就是上帝所应允对我来讲上水的所在，上好的所在。所以虽然有任何的问题，上帝所爱我做的是，我怎样投入踮伫这中间，互这个所在真做美妙，互这个所在真做一个祝福人的所在。所以这无叫做牺牲。是人踮伫一生中间咧超找上帝爱伊伫倒落宣讲伊的话语，上帝爱咱踮伫啥物所在分享上帝的话，这就是咱生命上界重要的价值。先知是安尼，到伫保罗来讲也是共款。到伫保罗来讲，伊踮伫腓立比书内底，顶礼拜咱有提到讲，伊因为福音的缘故。互咱关伫家里，看起来是失去自由，看起来是面对济哪会一个传福音的人是失败的，但是伊却继续甲人讲啥物？恁爱
喜乐。伊继续甲兄弟姊妹讲：恁爱喜乐，为什么恁会有喜乐？因为当咱甲主连结的时阵，咱就有喜乐。真正的喜乐是虽然点伫困难，虽然伫失去自由的实况下面，总是因为甲主结连，所以会当有喜乐。所以伊对腓立比教会人讲：恁爱喜乐。那读的时阵，咱会发现这个命令句呢。保罗说，伊迄个语气，那亲像是一个命令，讲恁爱喜乐，因为甲主结连，所以咱会当喜乐，所以恁爱喜乐。虽然失去自由，虽然互咱关伫家里，但是咱爱喜乐。咱所看到到底是困难，还是愿望呢？到底伫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拄着患难的时刻，咱所看到到底是问题，还是喜乐，还是愿望？一个真正愿意军队基督的人，保罗，伊虽然受到罗马政权所绑，但是伊的愿望是，伊对伊的眼光看见每一个人认真结连伫主基督。因为结连伫主基督，所以会当得到喜乐。伊也继续讲：恁应该安怎？无挂虑。恁应该爱无任何的挂虑。踮伫基督中间，将恁所爱的对上帝讲，用感谢的心来祈求，上帝会赐予恁什么？这句经句。带互人真大的祝福，即句经句咧讲啥物？上帝要将啥物搬过一切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袂到的平安，赏赐互恁。上帝要将一切搬过人所想会到的平安，赏赐踮伫咱的心里。人会因为感情的问题感觉破碎，人的灵，咱每一个人的心灵也会因为苦难抵到咱敢若失迷，咱敢若困去。但是保罗却讲，当咱甲主基督结连做一伙的时阵，咱会得到一个搬过人所想会到的平安。这对咱今仔日每一个军队基督的人来讲，竟毋是安尼。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咱也捌拄过困难，咱拄过病痛，咱拄过济抵到讲咱心灵真正郁卒，咱的心敢若失去愿望，咱的心灵若亲像困去的状况。但是每一摆当咱结连伫主基督的时阵，迄个搬过一切的平安。敢毋是早就伫咱的生命中间吗？毋是早就已经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带咱经过每一摆的挑战，带咱经过每一摆的困难，互咱会当继续人讲，军队主的人有喜乐，互咱会当真实去甲别人讲，信耶稣的人真正有喜乐。这个喜乐毋是讲我今日出去食饭，食足好食的，所以我就欢喜的。迄个喜乐是我虽然踮伫黑暗，虽然踮伫我感觉逐工毋知影安怎过的状况，但是当我愿意献上祈祷，真实甲主结连的时阵，我要得到迄个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平安。我要得到这个搬过人所想会到的喜乐，所以咱的生命才会无共款。英国一个真出名的作家 C.S. 路易斯伊安尼讲，伊讲一旦咱听见上帝呼召的声音，但是无愿意顺服军队的时阵，咱的内心就会失去喜乐。一旦咱听见上帝的声，但是无愿意真正认真去军队的时阵，咱就会失去喜乐。所以，这个秘诀是真正咱逐工踮伫生活中间认真去听
上帝的声。要进入圣诞节，咱咧听候主基督要来临，咱要听候主基督要降生。但是，咱搁一摆进入因的时代去想，因面对的是400年来毋捌听见上帝的声。我常常嘛邀请咱想这个问题：这400年来，敢真正上帝无出声吗？这400年来，敢真正上帝无出声？也是其实伊一直有出声，只不过人因为家己的罪恶，所以咱忽略了上帝的声。同款的问题也临到今仔日的咱。有当时咱必须爱问：顶一摆咱听见上帝的声是啥物时阵？顶一摆咱听见上帝的声到底是啥物时？是上帝真正无出声，也是上帝出声的时，咱忽略。所以我会鼓励咱认真好好啊祈祷，认真好好啊祈祷吧。伫生活中间确实会拄着挑战，咱的烦恼，咱有足侪挂虑，这个事要安怎进行？我未来我的工作我要安怎行？当拄着病痛的时阵，我阁继续烦恼讲过来我要安怎照顾？咱确实会有足侪挑战，咱确实会跨入足侪事，但是通过上帝的话鼓励咱，好好啊祈祷吧。看见问题，咱定定拢话，咱足习惯看见问题，咱也足习惯去批评。但是当咱开始咧批评的时阵嘛，请咱好好想，这是毋是另外一个互咱好好祈祷的事？我讲好好祈祷是咱真正认真面对每一个祈祷，毋是逐工我食饭后，我有祈祷。我有向上帝祈祷，逐工我困起来感谢主，是咱每一日好好啊为着咱今仔日来祈祷，好好啊面对咱每一摆领受上帝的话，伊要对咱讲啥物，咱就会发现，当咱开始认真面对这项事的时阵，上帝要将迄个搬过人所想会到的喜乐进入咱的心。搬过人所想会到的平安，要搁一摆充满咱，而且伫这个平安甲喜乐充满的时阵，咱会开始有一个新的动作，就是咱听见上帝的声，咱就开始去行动；听见上帝的声，咱就开始去回应。所以伫大港节第3主日，伫这个讲喜乐的主日，通过圣环亚，通过保罗鼓励咱。敲吹着咱生命的喜乐吧。顶一摆，你听到上帝的声是啥物事？咱好好踮伫生活中间去敲吹，去记录。顶一摆，咱感受到迄个平安甲喜乐到底是啥物时阵？将这项事记落来吧。将这项事记落来的时阵，咱就会真勇敢，继续踮伫黑暗的时代，见证伊的福音。见证讲，上帝的话要临到伫遮，咱会找到迄个光，平安甲喜乐为咱每一个人三伫地。就算讲今仔日咱面对着困难，今仔日咱面对身躯的病痛，今仔日咱也有可能面对失去亲人的悲伤，咱也有可能面对工作的压力，面对生活毋知影要安怎过，但是祈祷吧，但是听上帝的话吧。上帝要将迄个搬过一切平安甲喜乐，搁一摆充满咱大家，互咱心内底得到力量，互咱的心快乐，互咱的灵搁一摆要清醒。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首诗。
心早就已经互黑暗破碎，成做一片片。灵早就互挂入攻击了，变成做茫茫茫。一波波的浪潮，一摆摆的磨难，我心我灵沉沉了困去。有一首歌对天来，对心所发。时间已经到，毋莫惊，毋莫挂虑。我心快乐，因为你互我兴旺。我的灵清醒，因为你互我唱歌。搬过一切想象的平安，要带伫我的心。出人意外的喜乐，要满溢我的灵。光的连结永远无煞。咱的心会破碎，咱的灵会困去。总是这一首歌，伊要对天来，伊要对咱的心所发。当咱甲主耶稣基督连结的时，恁爱喜乐。我阁讲。恁爱喜乐，请咱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当阮看路的时，当阮惊吓的时，当阮烦恼的时，阮知这是阮的软弱，这是阮的罪。总是你。并无放杀阮，你的话对先知、对每一个军队里的人来，爱阮搁一摆，找到生命中间军队里的亏难，踮伫遐，阮要得到搬过一切所想象的平安甲喜乐。愿主你踮伫阮的心，愿主互阮的灵。通清醒起来，互阮会当欢喜，互阮会当喜乐。每一个人宣讲讲，主的日已经到，阮踮伫即日，阮要欢喜快乐。当阮甲主结连，阮会有稳定，阮会受祝福。愿你带领阮每一日听见你的声，每一日你就稳定。祈祷靠耶稣的名。阿们。这时，咱要来吟圣诗第615首。圣诗第615首，伫主内面有喜乐。
来是大专曙光的报告，咱请新员来甲咱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我代表台南大专中心来向大家报告，感谢劳务署的邀请，甲大专中心的合作。今仔日我代表我徛起的所在来向大家请安。我上开始认捌大专中心是迄时阵我伫少年团契时阵，我甲严俊德咧做会长，我的辅导是少宇之士。迄时阵就是有大专中心，就后来就是主任陈振商传道师伫阮遮来合作。迄时阵我第一摆去入捌台南的大专中心，后来阮即届少年团契同工伫毕业了后，拢伫家己县市参与伫大专的事工顶面，即马拢转来东门来合作教会的事工。东门教会对日本时代开始，东门教会对日本时代开始就关心青年的事工，到今仔日。大专中心是迄时阵阮本会的王宗辉牧师，迄时阵伫战后发现有大专青年的需要，侪的学生来到台南无所在通住，无所在通得到牧养，所以伊敲找足侪所在，邀请东门教会中二甲技师来帮助遮的学生，才有今仔日才有即个学生宿舍的存在。后来为着大专事工的需要，后正牧师就邀请东门教会的会友来设立的东门教会，然后搁找侪的资金，甲别个教派的合作，到今仔日大专中心的学生宿舍，甲大专中心的出现。这是一个信仰的见证，也是东门教会为着台湾基督教教会青年事工的美好的卡章甲故事。今仔日我住伫遐来，因为我住伫遐，我较有时间来时时来到教会来帮助教会的事工。除了今仔日毋单我尔，侪我的长辈、家族的长辈，侪东门教会过去的侪青年，拢有伫大专的团契内底得到牧养、得到装备，然后成做东门教会的帮助。但是对王宗辉牧师筹措遮个资金去做大专中心，到今仔日已经几十天的时间。即马大专中心有足侪个所在需要大家奉献，毋管伫就即个建设，毋管伫建筑顶面，拢需要去修理，拢需要去做换新。所以所以伫咱的主报内底，咱会当来看有一个大专中心的特刊，甲咱的奉献台。伫咱的特刊内底，咱会当看到，对一开始咱即马的大专事工，对已经生拓真济，有300外个客友得到大专中心的牧养，而且阁有侪个辅导义务，也是伫短时间内咧帮助遮大专事工伫灵性、伫身体各方面的牧养。但是大专中心内底的大学学生，其实伊的经济各方面拢无法度去可能是无法度去支持即个大专事工的推展，所以毋望大家来奉献，来帮助后一个世代的装备，后一个世代的大专的教育，成做即个即个教会、即个教派的延续。所以，伫最后，我毋望大家会通就是来看即个奉献的有线上的 QR code 的奉献，嘛有即个定时定额的奉献。就是即马毋管是即马伫逐项的修理，伫逐项的即个
帮赞，拢需要大家的支持。我真感谢我的教会，就是我的母会东门教会、东门北克里基督教会，对细汉到大汉，对我的教育甲支持。而且嘛，因为东门教会的长辈，咱的信仰的前辈，因为关心青年的需要，互咱有真好的资产、文化的遗产，就是台南大专中心，来继续延续咱过去对大专学生、对外地学生的帮助。所以，真感谢东门教会对大专中心、对大专事工。这将近可能是80多年到90多年来的帮助，就到这边。这时咱要来奉献，请大家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大家起立。请坐。咱简单来看几项报告的事吼。咱拜三线顶北克里圣经学堂的进度嘛，请咱会当继续来注意吼。过来，咱后礼拜要举行圣诞节的联合赞美礼拜吼，所以咱后礼拜干那一堂，咱干那一堂礼拜，所以咱要合并伫9点开始。后礼拜吼，咱交际部有做一个准备，就是要赠送咱迄个圣诞口罩。
所以咱后礼拜来做礼拜的时阵，咱踮伫门口遐会摕到圣诞口罩啊，所以咱摕到圣诞口罩了后吼，咱会当换一个吼。咱就后礼拜到伫礼拜长的时阵，咱会收到圣诞口罩啊，咱礼拜内底咱会当做伙换一个，互咱有整个圣诞节的气息吼。啊，咱由于疫情的缘故，所以咱按圣诞节庆祝活动，咱敢若赞美礼拜尔，所以咱逐个人嘛继续通过安尼来思想圣诞节对咱每一个人的意义。教会的过节孝要伫12月26要结束吼，所以要伫今年度奉献的兄弟姊妹，请咱会当注意，踮伫12月26进前来完成奉献。第一场礼拜甲即马咱要敲找迄个浇灌服饰的同工，阁有第二场礼拜网络直播的同工，若是有意愿嘛，请咱会当踮伫办公室这边来登记。过来是几项咱关心的消息吼。柯明清兄弟已经伫12月初5民主稳调，嘛踮伫礼拜2的时阵，12月初7伫台南市立殡仪馆来举行一点告别礼拜。伊敢若一个后生就是志珍吼，志珍嘛，伊今仔日有都学上袂拄好，所以无法度来，但是伊特别感谢咱正兄弟姊妹，咱做伙关心甲带导。我想踮伫迄场告别礼拜，我看见上帝的听踮伫咱中间。虽然看起来伊族敢若伊一个，但是咱无论是上年大学上好团契，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共同的参与，我想互伊的生命中间感受到，踮伫教会内底真正是一家人。咱是三甲陪伴每一个拄着死实的人，面对着因的未来。阁有第二项就是张占金霞姊妹，这是迄个慈恩牧师的婆婆啦。慈恩牧师的婆婆踮伫12月初8民主稳调吼，所以要踮伫即礼拜拜5早起8点半，要踮伫高雄市的迄个麒麟 VIP 第12室来举行告别礼拜，所以嘛，请咱为着慈恩牧师甲师长来祈祷。咱嘛知影讲师长的身体毋是介好，所以嘛定定踮伫祈祷中间，邀请咱会当共同来扶持、来支持因。好，今仔日咱大专纪念组织，所以台南大专除了派咱教会成员报告以外，阁有2个同工吼，义理甲玉珍，因拢踮伫咱中间，咱做伙欢迎因吼，咱请因站起来。好所以咱知影台南大专伫对无？毋是是长荣路啦，长荣路。星巴克甲三商巧福边啊，木白斜对面。所以其实伊踮伫大学边啊，踮伫遐已经真长的时间，咱继续支持大专的事工，因为大专真正陪伴侪青年人。我家己嘛是大专出来，我家己是台北大专所栽培，所以咱的中青团契踮伫大学的时阵造就非常侪咱的青年人，所以嘛，咱继续踮伫祈祷中间，共同来支持大专的事工。好，安尼我做以上遮的报告。这是咱的唱圣诗第396首，唱了咱请牧师来祝祷。心中上快乐，大家年亲爱扶助，欢喜军队主脚步，地主脚步，地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
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赏赐人愿望的上帝，借着咱大家对耶稣基督的信，充满各样的平安甲欢喜，也借着圣神的气力帮助咱，互咱满有喜乐的心，逐日领受恩典，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